泰國北部處處有驚喜，今次除咗清邁之外，其實都到訪咗喺清邁附近郊外嘅呢個城鎮班胖，相當唔錯。好得人驚啊！天黑到不得了啊！千辛萬苦，終於抵達食 food noodle。駕着心愛的小摩托由清邁市中心出發，40分鐘抵達目的地，不過半路食個午餐先。食飽繼續前行，再過多20分鐘就抵達呢一條街啦。其實成條街有好多嘅咖啡，其實係屬於半山，相當涼爽噶。又係飲咖啡嘅好時候啦。那是自然，佢飲咖啡啊，係咪呢個寶啊？11月溫度大概係20度左右啦，好舒服啊！而且呢個地方咧唔單止係咖啡，竟然佢養嘅寵物就係呢一隻霹靂無敵小可愛嘅豬仔，記得係睇嘅咋，唔好諗到燒肉啊！好啦，呢個地方逗留大概1個小時左右啦，就要繼續起程啦。由清邁市中心去到班胖，如果你慢慢駕着線眼嘅小摩托嘅話，都係40分鐘左右。終於抵達啦！今次入住嘅呢，其實係一間民宿嚟嘅。呢間民宿細細地，雖然得嗰4-5間房啦，我 book 咗呢一間最靚景嘅，因為喺2樓望落去嘅景色真係一望無際，好舒服啊！而且好涼爽啊嘛，間房算寬敞嘅。估唔到嘅咧，就係竟然佢嘅廁所係有浴缸可以浸浴噶。話實啦，嚟到班胖嘅呢個地方咧，都係因為睇下呢一個地圖嘅時候，發覺到呢個地方好闊落喎，好舒服喎，而且仲有一個山中廟添。需要買飛，然後坐佢嘅雙頭上去酒店。OK， 到啦。上層。我最中意咩？最中意就係行山，哇！喂，行山喂！終於揾到機會啦！太好啦！到啦！要換拖鞋㗎，出發。入嚟成個區域只可以着拖鞋嘅咋，不過唔使驚，寺廟已經係有準備噶啦。好啦，講翻成個寺廟咧，叫做 Lohad Prasat Sri Menpong， 亦都係世上極少數嘅金屬城堡。Lohad Prasat 就係金屬城堡或者係鐵塔嘅意思。歷史上你見到呢一類建築咧，其實比較少見嘅，比較多喺印度啦、斯里蘭卡啦或者係曼谷嘅，而喺泰北咁啱就有呢一座嘅 Lohad Prasat。成個目的除咗唔單止係存放佛祖嘅舍利子啦，亦都係為咗紀念泰國國王啦，同埋傳承翻拉納文化嘅。成個你見到啦嚇，佢嘅建築咧好多都係塔尖，而獨特嘅塔尖咧，亦都象徵住佛教修行當中唔同嘅境界，例如話37道品啦等等嘅。咁當然我自己係未品到出嚟啦嚇。好啦，成個區域唔算太大嘅，大概個零鐘啦，慢慢行啦，你都可以行得晒噶啦。繼續揸着線眼嘅小摩托去揾嘢食。嗱，呢一間咧就係位於我住宿大概5分鐘車程就可以抵達嘅一間餐館。下晝大概3點零鐘已經開業噶啦。點解3點零鐘就嚟食呢？因為好涼爽。成個班胖咧屬於半山區啦。嗱，呢個係11月份，大概嘅溫度咧係20度咋。晚餐時間包場，多謝晒林總啊！林總包場有啲勁啊！真係涼浸浸嘅天氣最適合打邊爐，呢邊仲有時會有 live band 添嘅。好啦，講翻啦，成間餐館最出名唔係打邊爐，而係火雞，其實係炭火雞。我自己冇嗌到啦，因為2條友係食唔晒噶。不過咁啱咧遇到其他遊客，咁大家喺度傾下偈啦，飲翻2杯啦。我覺得成個環境真係非常舒服啦，而且可能係天氣涼爽嘅關係，所以令到自己係覺得可以喺呢邊比較逗留耐啲時間嘅。大概8點零鐘嘅時間就係時候翻去休息啦。晚上9點幾，而家咧就飲完嘢嘅，咁但係就要翻屋企啊嘛。拎咗啲冰啊，呢534，但係條路會太恐怖咧，講真。我這個朋友冷嗎？冷嗎？你真係好冷啊！你真係好凍啊！好凍啊！而家係咩時候啊？好在近。冇搞笑，10零度揸電單車真係好凍啊！